再来看嘉义县发生惊人的杀人案，性侵无成，煞将这个酒盘拍死。有人伫这个德家乡内部村内部国小附近的槟榔园发现有一个查某人的尸体，警方依照线索伫附近掠了一个50岁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承认讲代志伊是做的，同时嘛讲这个被害负责人是酒盘。伫3天前酒啉煞了，对这个负责人拍算要共性侵，想不到因为这个负责人反抗，伊一时失手将对方拍死，后来佫劫财。将这个负责人甲等伫槟榔园内底。嘉义德家乡这正槟榔所在，油封锁线，检警来回侦查调查，原来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被害死，尾仔佫叫凶手用树叶抬起来。伊就是凶手，叫警察压起来。看到真侪媒体，佫想要比起来，到底因两个人有啥物冤仇？咱争议的人，大家拢嘛有熟悉着，用的比较侪啦。爱以外无啦，无安怎啦，也无冤家，直接拢无冤家啦。心肝安尼足凶。平常时啊，拢会伫咧槟榔园区附近啉酒开讲。进前同齐做伙啉酒啉完了后，看到姓林的查某人离开，就对伫咧伊的后壁，想要甲伊侮辱，尾也无成，就摕棍仔甲伊砍死。啊，一礼拜趁500块安尼尔。啊，捡一回山内面安尼尔，家境足困难。听到妈妈死去，查某囝艰苦甲坐伫咧边仔咧哭。被害人他那个衣衫是稍微有不整，事后并且拿走林妇皮包里面的现金490元，依杀人、强盗等罪嫌来移送嘉义地检署来侦办。被害是姓林的查某人，有2个后生含一个查某囝，其中2个人佫有领身心障碍手册。平常时啊，敢有妈妈伫咧捡纸纸趁钱，规家伙啊嘛拢是靠补助伫咧度日子。即摆妈妈往生，后事毋但无法度处理，三兄妹啊生活嘛变做是一个问题。即摆相关单位介入，希望会当甲因斗相共，替因渡过难关。